哎，站住！看你这身打扮，你应该是个答应啊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跑到这御书房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啊，我想起你来了，原来你也是侍卫，在御书房当差啊？龙三呢？我要见龙三。你是？你忘了我了？大概3个月前吧，当时刑部正押着一群要犯，去菜市口斩首，咱们碰到了。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干嘛呢你啊？是你？我呀？哎，你是个女的，还进宫当了个答应。哎，龙三呢？龙三？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？我知道啊，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？在御书房当差。哦，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我明白了。龙三他今天不在，你身为答应，也是后宫中的人，没有宣诏呢，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，以免惊了圣驾。现在皇上啊，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，啊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哦，龙三也不在，走就走嘛，皇上哪那么容易就惊了圣驾呀？哎，皇上来了，快快快！你见了皇上，为什么不跪呀？你是皇上？哎，李公公，这个小答应他可是……嘘，这皇家的事啊，别问，也别管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嘘，我不是皇上，我是龙三。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，还给你跪下了？我真的不是皇上，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，被皇上选做替身了。你是皇上的替身？对呀，我只是皇上的替身。我们这大清啊，虽说入关数十余年，可是根基还未稳，这皇上又还年少，刚刚亲政不久。不管是那些潜明余孽，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，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。就拿这个鳌拜来说，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，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。所以啊，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。我就说嘛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你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可能半夜3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？还跟我结拜兄弟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皇上3日侍寝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就是怕我发现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？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，我不站班儿，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是皇上的替身，那也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。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。再说，皇上待我不薄，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。龙小弟，你太可怜了。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，皇上对你好，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。哼，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，自私自利，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。老大，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？哎，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？还说呢，几天都不理我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重要的事情？
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，就怀疑过鳌拜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可不是嘛，这个鳌拜勾结内侍，行刺嫔妃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老大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这朝廷上下、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。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，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当作暂不知情了。这个鳌拜贼心不死，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。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，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。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，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。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老大，这皇上呀，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。他呀，虽然年少，但是有勇有谋，也算是一代明君吧。龙小弟啊，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！我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，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，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，知道吗？老大，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？行，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，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。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，那以后去捡好听的、假的话跟你说呗。好了，我这气量没那么小，岂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？我知道，你之所以骂皇上，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龙小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亲人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听我的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、你的主子去卖命，关键时刻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，千万别于衷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。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不怕我卖了你啊？在这皇宫里边，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，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。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的？李德福，送欢答应回永和宫。这。没想到，康熙如此谨慎，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。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，第一步是拿到铜匣，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。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，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，谁是真正的康熙，确保一击成功。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，查清楚龙三的行踪，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，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？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，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，不可能是替身。到时候拿到了铜匣，他再召你侍寝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六师傅，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，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，恐非上策。有大师兄的担心，再危险也值得了。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，还早着呢。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。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，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。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，鳌拜岂会坐以待毙？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，无论谁赢谁输，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。什么？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、小侍卫摔跤，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。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他已经开始怀疑，
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，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。卑职想尽办法，也无从下手。这康熙少年老成，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，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。更何况，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？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。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，想让老夫主动上钩。若是老夫先动手，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。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。中堂大人思虑周密，卑职佩服。不过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，大人小心防备为好。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，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？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。若是康熙小儿真的敢冒险与老夫翻脸，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。皇上，欢答应到了。奕欢，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是你呀，龙小弟！哎呦，你小气的，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？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，不是皇上呀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哎，皇上啊，那3日侍寝，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，而且还戴了个面具，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的眼神呢，温柔体贴，他不是。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？也不是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，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。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叫我来干嘛？我这次叫你过来呢，是想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擒拿鳌拜的计划吗？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。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，所以我要亲自动手，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擒拿鳌拜。什么？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？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。鳌拜一日不出，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。而且，鳌拜手握军权，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。但是鳌拜此人呢，自是武功甚高，性格极为孤傲，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，这样出其不意，反倒有可能成功。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，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。李公公，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？对啊，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，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，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。可是那个李公公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事了。龙小弟，你别那么傻，你别替皇上去卖命，你肯定会死的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所以啊，特意让你过来，跟你道个别。毕竟我活到这么大，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。这一世，
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，是你的结拜兄弟。可是来世，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。老大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，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要是去送死了，就凭我这三脚猫的功夫，根本救不了你。那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也得去死啊！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，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。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。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，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。呸！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老大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这个计划，它又不一定会失败，也许就成功了呢。道完别了，你先回永和宫等消息吧。龙小弟，只能这样了吗？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了吗？只有过了这一关，皇上才是一条龙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只是一条虫。那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不许进来啊！我没让你进来，你不许进来。哎，不许进来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啊？你再不出来，鳌拜可就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。老大，我进去了啊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？老大，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呸！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？真是近墨者黑。喏，给你的。这个是金蚕背心，鳌拜给我的，据说可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反正我留着也没用，给你穿吧，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。好香啊！老大，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。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？你这样很猥琐，知道吗？你赶紧穿上吧，这之前我贴身穿的，反正我用不上。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。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，那我当然要穿了，要不然你替我穿。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！我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所以你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不能死。是，遵命。六师傅，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依您看，结果会如何？这很难说呀。康熙少年老成，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，而鳌拜又老谋深算，在朝廷中也树大根深，这两虎相争，谁赢谁输，还真的挺难预料的。不管是谁赢谁输，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，都是有利无弊。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。薛姐姐，一欢，怎么了？薛姐姐，六师傅，快点去救人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救谁啊？救龙三。龙三怎么了？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，但他自己不敢去，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，带那些小侍卫、小太监去抓鳌拜。而且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。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，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。环妹，你犯糊涂了吧？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，你急什么？
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，我不可能着急。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，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如果他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和那龙三结拜，本来就是闹着玩的，你还当真了？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，怎么是闹着玩？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，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，那太不像话了。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，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。欢妹，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？朱哥哥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胡思乱想？大师兄，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，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。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。还是学姐姐了解我？没错，我不想欠人情，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。玉欢，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是大明郡主，是未来大明太子妃。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，跟这个身份比起来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。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，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。可是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龙三败了，康熙也就败了。康熙一旦败了，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，让他自己当皇上。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，如果他当了皇上了，比康熙更难对付。而且那个时候，雪姐姐你怎么办啊？可是我们换个法子，我们协助龙三，帮助了康熙，打败了鳌拜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。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此茶。这王少保，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，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，你不妨多品一品，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？奴才是个粗人，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。皇上宣召奴才，有何事垂询啊？敖少保，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。你笑什么？皇上，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，陈词滥调，哎，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。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，你不妨都看看。不必了，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啦、欺君罔上啦、结党营私、诛戮大臣。你说这些，哎，
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。鳌拜，你皇上，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，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，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义，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。奴才恳请皇上下旨，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。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？皇上，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，究竟是什么性质？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。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，还是要相信奴才了。鳌拜，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，言语无状，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，皇上忘了，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，怎么到了今天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？奴才自辅政以来，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？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，怎么到了今天，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？这么看来，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，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强词夺理，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，真是让朕心寒呐！好了，皇上，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。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，想独揽大权，嫌奴才碍眼了。还是老话说得好，鸟进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，就请直言吧。好，鳌拜，朕知你辅佐三朝，劳苦功高，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。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，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。但是皇上，你不要忘了，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，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。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，奴才尚未清君侧，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？鳌拜啊，鳌拜，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有负先皇深恩，枉费朕的一片苦心。